打猛肩的掉法怎么办啊？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其实你在减重的过程中，并不是猛肩二直接造成，但是你在减重过程中，我的观察，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体重减轻可能有大于，例如说10%，真的都会触发比较明显的所谓的休止期落发。休止期落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因为你身体持续处于热量赤字，你身体就会相对去牺牲一些对于我们维生比较不重要的一些器官组织，例如说你的头发，所以你的头发在一个比较大幅减重的时候，可能会进入所谓的休止期跳发，你会在一段期间觉得，好像落发真的比较严重。那先讲结论，其实这个东西它只是暂时性的，所以通常我都会鼓励我的客人，如果你在过程中你有掉比较多头发，其实你先 review 一下你吃的东西，你有足够的碳水，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铁跟锌，那这些你有吃够，基本上它就可以去大幅的去减少这种休止期落发的状况。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不发生，所以我都会说，其实到最后你的体重稳定了之后呢，你的休止期落发其实就会慢慢的恢复，你的头发那些毛囊它终究还是会慢慢的长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你要比较积极的减重，休止期落发它其实通常真的会遇到，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那你可以补充上述讲的那些丰富的营养素，那基本上等到你体重持平比较稳定之后，这个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会改善了，大家不用太担心咯。